翻滚吧，牛宝宝！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，哼，他该不会回到新县上去了吧？也不。猪猪，好，明天河边见。啊！你真的穿越过去了，然后你又穿越回来了。我说当初见李欢的时候，我还觉得他神神叨叨的，我还以为他这里有问题呢。谁知道，不是得病了，是真的。啊，我的妈呀！你说这世上还真有这种事儿啊！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他。峰峰，真没想到，我怀孕这段时间，你发生了那么多事儿。命运真的是很奇妙，有的时候你猜中了开头，却根本猜不中结尾。可是，我还是不明白，那个时候，你们俩一见面就吵架，你还说李欢是你的大包袱。我以前一直想办法甩掉他，我打他，骂他，欺负他，他还依然对我那么好，默默地承受。他真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不再是那个冷漠、高高在上的皇帝。猪猪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在他那儿那么肆无忌惮吗？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因为他杀了家业，他觉得他亏欠你？因为我心里知道，不管我怎么对待他，他都不会抛下我不管。自他失踪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的心没处放了，感觉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被挖空了。猪猪，没有离婚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意义都没有了。我知道，我好想找到他。放心啊，一定会找到他的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陪着你啊。他在哪儿啊？叶先生，李欢失踪了。什么？李欢人失踪了？这消息确切吗？确切，叶先生。为什么你的研究里面缺了李欢不行啊？当年秦始皇得到一个长生不老的配方，方子上说必须用活到1000年的人的血来制造长生不老药。根据我对李欢的调查和观察，他正是这位主药。咱们不是有几个小暴君了吗？他们也是1000年前的人啊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验，小暴君的血液勉强能维持长生花不死，但花朵却在枯萎，效果并不明显。我明白了，可是以目前的情况看，要抓住李欢太难了，他简直就像狐狸一样狡猾。哎，李欢很重要，不过还有一个人更重要。我们的研究遇到了瓶颈，
现在急需一个医学专业更加出色的科学家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现在雇佣的人哪一个不是专家？放眼医学领域，还有谁能比他们更专业？有，谁呀？你的儿子叶家。叶家？哎，叶家，来坐。爸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臭小子，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啊？你看你，多久没回家了？哎，叶家，你和冯小姐的事情呢？爸，如果您要是谈这个事儿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的事我不干预，我呢是有另外的事跟你谈。什么事儿？我一直在做一项医学研究。医学研究？我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呢？这项研究没有成功之前，不方便对外公开。什么研究搞得这么神秘啊？你知道都是哪些人参与其中吗？哪些人？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学天才、专家和学者。爸，您到底在研究什么呀？我在研究一项伟大的医学课题，正在研究长生不老药的制作。如果能够成功，人可以永生不死。叶家，这个项目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我之所以找你来，是因为我需要天才的头脑，医学领域的。人怎么可能永生不死呢？这完全不符合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啊！古代老子说过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规律也是可以打破的呀，难道不是吗？人类以前是无法上月球的，现在呢？宇宙飞船的发明，中国的神5、神6，不是也在月球旅行吗？您啊，跟我说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您所谓的什么长生不老，那是无稽之谈。怎么叫无稽之谈啊？爸，我不跟您争这些了。您说您工作了一辈子，这都马上退休了，您和我妈去国外旅游，养养生，多自在啊！研究什么长生不老吗？再说了，从古至今，您说哪位君王他不想长生不老？可是到最后呢，有谁真的把这个药物研究出来了？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叶家，这么说，你是不愿意帮爸爸了？这样吧，我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，想清楚再告诉我。施主，阿弥陀佛。
师傅，这里是不是原来有一个洞啊？洞？什么洞啊？上次我和李欢来的时候，正好发生了地震，地面塌陷后就出现了一个洞。老衲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，从未发生过地震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2个还掉了下去，还在下面发现了7个小暴君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李欢有没有来过这里啊？我不认识李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听他说过，你是他的一个朋友，他经常来这儿听你讲经文的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啊，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李欢、张欢、赵欢的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搞错了？不可能的。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幻象，你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嗅到的、触摸到的，无非都是内心的投影啊。师傅，你骗我呢，对不对？李欢是我身边真实的人，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亲眼所见，没有半句妄言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，怎么会不染尘埃呢？女施主啊，世上之事，总是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。不如放下，看破，便也无所挂碍呀。师傅，如果李欢来过，麻烦您告诉我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他是不是还活着？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啊，凡事何必执着，随缘而去吧。李欢，你是不是穿越回去了？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？你这个僵尸，妖怪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李欢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回来吧。就算你要去哪，你也要告诉我。我好担心你啊。你在哪儿啊？你说过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对我好。你是李欢啊，你说话一向都是算数的，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呢？你说过的，就算穿越回去，你也要带我回去。要让我做女暴君的，你都忘了吗？你回来吧，没有你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
呀！你回来吧，你骂我是蠢女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不要，放手，芳芳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在追杀芳芳。老大，那只是一个梦而已，别担心。我还梦见了一把剑。剑？什么剑？我用那把宝剑杀过无数的人。我的皇祖母就是用那把剑杀死了我的父皇。那把剑从锻造好的那天起，就用无数的鲜血祭奠着，所以锋利无比。老大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既然让我做这种梦，是不是老天对我有什么启示？老大，你最近思虑太多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不过，到底是什么人要追杀你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。芳芳最近怎么样？冯小姐像疯了一样，满世界找你。随他去吧。老大，照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既然你这么担心冯小姐，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。不，我不能，不能。老大，可是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这才短短几日，冯小姐已经瘦了很多，而且整天整夜的不睡觉，见人就疯疯癫癫的问有没有见过李欢。叶博士，这是研究记录，你签个字呗。叶博士，你好几天没回家了，这样工作身体受不了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
小风，现在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岛上这个梳子上明明有头发，现在这些头发都没了。为今之计，也只能是从李欢下手。很累的时候，我对那些我遗忘了。分纠缠几生，直到心可能在前世交接了真心的恨，回忆还长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愿决定在前世，用痴心等待，再多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